前总统马英九伫2020年捌讲中国拍台湾的策略是守战就是中战，而且美国未出兵甲斗相共。不过总统赖清德昨伫陆军官校的百年校庆，讲这款讲法是投降主义，伊未当接受。马英九的办公室所随批评赖清德是咧制造对立，引起战争。若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强调讲，咱台湾无爱相战，赖总统的重点是爱有对抗的决心。 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。总统赖清德前一天伫陆军官校百年校庆的讲话，被看作是兼职前总统马英九，马办马上回击批评赖清德是引战总统。国防部长顾立雄是强调，台湾将来无求战，赖总统的重点是爱有抗敌的决心。 我想，总统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强化自我防卫能力，那也要有抗敌的决心嘛，不能够接受投降主义啊，以不对称的作战思维来建构我们的重城贺族。咱猜修势作战，暗过无动偌久的问题，会用无对称作战下降敌军的战力，瓦解侵台企图。 另外，金融时报引用知情人士的讲法，习近平捌讲到美国想要刺激北京武力犯台，顾立雄表示无清楚报道的真实性。不过，即马真明显，中共才是区域和平的麻烦制造者。 军事围道记录15、16人工，有3只强舰出现伫外海。除了咱的海军舰艇伴航监控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也伫附近跟踪监视。16几天，国防部公布查到2只强机、10只强舰礁台。朝鲜地区搁再度观测对美国采购军售延长的状况。 托式飞弹2B 从2018年起案至今是零筹获，测评好像有点问题。现在这个测评已经过了，所以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以前全数会交予。这个部分应该要据理力争，而不是他说什么就什么。而且我们在这里还帮他粉饰说，我们延宕的只有3案。我没有帮他粉饰，但是委员的指教是对的，我们一定要跟他据理力争。顾立雄表示，3项对美国军售的重大延长，分别是1700条脱式自比飞弹、66只 F-16B 加 AGM-154飞弹。脱式飞弹部分年底进程会全部交会 ，F-16B 今年第4季会交2只。 交会时间依然维持伫2026年底进行来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